大家好，我係阿喵。喺聽故事之前，麻煩大家俾個 like、留言、分享同訂閱。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嘅係靈異系列之香港仔水塘。從古至今，只要有水嘅地方，靈異嘅事件總係特別多。而香港呢個地方嘅水塘亦都唔例外。好多嘅行山路徑都喺水塘嘅附近，亦都唔少水塘盛傳住各種唔同各樣嘅靈異事件。究竟係因為水塘有水容易聚集靈體嘅關係，定係其他嘅原因呢？我喺網上面搜索關於水塘嘅命案嘅資料嘅時候，發現原來真係唔少喎。喺好多水塘亦都發生好多命案，我就搜索香港仔水塘。以下就係我喺網上面揾到關於香港仔水塘發生一件命案嘅一啲資料。1975年嘅5月25日，一名休班探員同佢嘅妻女喺香港仔水塘郊遊嘅時候，俾5名劫匪行劫。探員開5槍將一人擊斃。2000年嘅8月19日，發現23歲女死者跳池身亡。2008年5月8日，同年嘅5月13日，發現26歲同51歲嘅兩母女同一地點上吊身亡。2012年嘅5月12日，發現49歲嘅男死者上吊身亡。2023年嘅2月21日，發現一名68歲嘅男子行山失蹤，喺香港仔水塘近主壩壩底附近位置尋獲，明顯死亡。2024年3月，發現一名78歲男子從水壩一躍而下，最終不治。另外，我亦都有留意到，同埋亦都想同大家分享兩個位於市區嘅水塘：石梨貝水塘同埋九龍水塘，亦都發生過謀殺事件，亦都發生過自殺事件。其實呢兩個地方我都行過幾次，我又係貪佢個樹蔭好行，有機會嘅下次同大家分享。以下就係我喺網上揾到關於兩個水塘嘅命案資料。首先就係石梨貝水塘，係1972年嘅10月28日，38歲嘅何令芳同埋佢16歲嘅兒子周建強兩母子前往石梨貝水塘晨運之後失蹤，大約1星期後被發現陳屍於引水道附近嘅叢林。婦人死前曾被強姦，母子頸部遭繩勒緊，至今仍未破案，係香港著名嘅懸案之一。喺1980年9月5日，一名25歲休班警員同佢女朋友喺石梨貝水塘談情嘅時候遇劫，劫匪綁起男事主，企圖強姦女事主。男事主表明警員身份後，遭劫匪用雪插插死。案件懷疑涉及匪徒對警員嘅仇恨。2003年6月1日，發現50至60歲嘅女死者死因不明浮屍。2004年5月17日，發現40多歲男死者浮屍死亡。2005年嘅9月13日，發現大約50歲嘅男死者伏屍草叢。2025年嘅3月29日，發現54歲嘅女死者喺樹上上吊身亡。至於發生喺九龍水塘嘅就有以下。
2006年嘅9月15日，發現65歲嘅男死者失足過下浸死。2007年嘅9月30日，發現44歲嘅女死者橋池身亡。2008年嘅3月9日，發現60歲嘅男死者上吊身亡。2001年嘅9月27日，發現32歲男死者浮屍身亡。2012年6月20日，發現40歲嘅男死者浮屍身亡。其他嘅仲有大家熟悉嘅城門水塘，亦都發生過唔少嘅案件。有機會嘅，下次同大家分享。而之前我亦都講過，喺疫症嘅時候，我成日約埋一班朋友去行山，行完山之後就會一齊去酒店度沖洗，再慢慢一齊食飯，而因此遇上咗唔少嘅靈異事件，就係我靈異系列之香港酒店。有興趣嘅朋友可以睇返。今集我就係同大家分享我同朋友明仔一齊行香港仔水塘所發生嘅靈異怪事。喺好多年前，我同朋友明仔一齊行香港仔水塘，我哋就由荃灣出發，上到南朗山之後，再落香港仔上水塘，再行香港仔下水塘，出去出邊坐車走。呢條路係勁易行，因為朋友明仔佢係從來未行過山，佢係一個新手，所以我就揀選咗呢一條非常之容易行嘅路段。上到南朗山，你仲可以聽到海乜公園傳嚟玩過山車嘅人嘅尖叫聲。雖然呢條路俾我嘅感覺係唔舒服，因為好多樹蔭，好少見到陽光，又近水塘。但係我亦都唔會話因為驚有靈體嘅關係而唔行。我成日都行夜山，所以亦都唔會去驚。我行山嘅時候，多數都會去欣賞郊外嘅風景，欣賞日落，專心行山路段係點樣行，小心唔好令到自己整親。其實呢啲路段個樹蔭嘅，我係好鍾意行，因為唔使俾陽光曬到，因為我自己嘅身體問題係唔可以曬到陽光，所以係幾啱我行㗎。我嘅一路行嘅時候，開頭我同明仔都冇乜嘢，上到去南朗山嘅山頂，我哋仲喺度一路食嘢，一路喺度聽住啲人嘅尖叫聲，係玩過山車嘅尖叫聲。我哋休息完一陣先至落山，但係落山嘅途中，我就發現明仔就好似有啲唔係幾妥，佢嘅表情有啲不安，但係可能佢係男性嘅關係，所以唔想俾我知道佢有啲乜嘢事。有時候男性會喺某些情況係要面子。係直到行到落去香港仔上水塘嘅位置之前，我有同大家講過，明仔佢係一個新手，原本佢全程都係跟住喺我後面行。但係唔知點解去到上水塘呢個位置，我聽到佢大聲講嗰幾句嘢之後，就突然之間失控，越過咗我，直奔跑咗落山。我係咁叫停佢，佢都冇聽到我講，我就快步咁樣追住佢，但係我都要顧住自身嘅安全關係，所以我就俾明仔拋開咗一段距離。我仲記得我追住明仔嘅時候，途中遇到一對情侶，佢哋兩個都俾明仔嘅舉動嚇到呆咗，企咗喺度。
佢繼續問我需唔需要幫手，我就話應該唔使啦，下面就已經係平路。情侶就問我，佢嘅話：你朋友咩事？俾啲乜嘢嚇親啊？佢係擘大個口嚟跑喎，似係俾啲好驚嘅嘢嚇親咁喎。我就話吓，得我追佢啫喎，佢唔係驚我啊？唔知係咪有蜜蜂追佢呢？佢突然之間衝跑咗，我梗係去追佢先啦。唔該晒。同情侶告別之後，我就喺度諗，佢擘大口喺度跑，真係咁驚？有啲乜嘢令到佢咁驚呢？我有問過佢辛唔辛苦，使唔使去廁所，使唔使唞下先？佢之前一直都話冇事，雖然佢係冇行過山嘅，但係以佢嘅體力上，行呢一條路應該冇問題㗎。當我終於追到明仔嘅時候，已經係喺水塘嘅側邊平路，我就扯晒蝦咁樣嚟問佢：你做乜嘢走得咁快啊？你知唔知你咁樣落山跑好危險㗎，好容易受傷㗎？佢就同我講佢話：個阿叔追住我嘛，我咪搏命跑咯。我就問佢乜嘢阿叔啊？頭先都係一對情侶啫嘛。佢就好驚、好慌張嘅樣嚟同我講，佢話：頭先我行喺後邊嘅時候，喺我後邊有個阿叔喺度掹住我件衫，我咪揈啦佢，鬧咗佢兩句咯。我都唔識你，你做乜嘢掹住我件衫啊？行開啦你！之後佢就好惡嘅樣咁樣嚟控埋嚟我度，咁我越近後，佢要越近前，咁我咪嚇到喺度跑咯。咁佢又喺後面追住我喎。我穿過你嘅時候，你睇唔到咩？個阿叔仍然喺後面追住我噶，佢依家咪企咗喺裏面咯。我就由明仔指住嘅方向望過去，嗰一度係香港仔下水塘裏面嗰一條路，雖然已經開始日落，亦都開始落起毛毛雨，因為我有準備電筒嘅關係，我就向住佢指嘅方向向前行。我就同明仔講話，叫佢喺出口度等我行一個圈就返出嚟。我就越行就越入，我就好似見到有一個灰黑色嘅人影企咗喺度。可能因為有毛毛雨嘅關係，我企得唔係好清楚，但係感覺話俾我知，嗰一個唔係人，裏面係企咗一個灰黑色嘅靈體。雖然知道喺裏面有一個靈體喺度緊緊我，但係嗰一刻我嘅眼神就一直望住個靈體，慢慢咁好似俾佢吸引住我行埋去咁樣。當我仲想行入機嘅時候，行近機個靈體嘅時候，有一個坐咗喺路邊着住人字拖嘅伯伯，佢就叫住我，佢話：阿妹，落雨喎，仲行入去？我就好似醒一醒咗咁樣，同伯伯講話：我咁細雨唔驚，我有電筒啊！我諗住圍住個水塘行一個圈之後就返出嚟噶啦。伯伯佢就話：阿妹，你行過嚟啊！我就行埋去伯伯度問佢：伯伯乜嘢事啊？伯伯佢就舉一個金俾我，佢就話：你兩個去食啊！我就話：哇，伯伯你識嘢喎，行山我真係好鍾意食金噶，貪佢方便吉利，又有水分，又有纖維。伯伯佢就同我講，佢話：你炒埋嚟陪我食下金先啦。嗱，呢個有膠袋，將啲皮掉落去，我一陣間一次過攞出去咁。我接過伯伯寄過嚟嘅金，真係好甜。
食過之後即刻補充返晒體力。爸爸佢就再同我講，佢話阿妹，有時有啲嘢呢，唔使要下下個明白嘅。我喺度住咗幾十年㗎啦，成日嚟行，全部都係老友老街坊嚟㗎啦。不過有啲脾氣就唔係咁好，聽伯伯我講啦，你哋行出去路口坐車走啦。我一路食住金，一路聽住伯伯講嘅嘢，我眼角仍然見到嗰一個灰黑色嘅靈體，但我就決定聽伯伯嘅說話。食咗佢兩個金之後，就同伯伯講拜拜。我返出去同我朋友會合，伯伯仲叫我攞個金俾我朋友食，佢話你一陣間叫佢即刻食咗佢，食咗就冇事㗎啦。我個有老友同佢講聲唔好意思啦。我揸住個金，好似明白伯伯嘅意思咁。我就同佢告別之後，我就行返出去搵明仔。明仔佢個身喺度係咁震，唔知道係因為落雨嘅關係，定係嗰一個灰黑色嘅靈體令到佢一直喺度震。我就幫佢搣開咗個金，逼佢食咗佢。食完之後，佢又真係冇再震，冇咁驚咁。之後我哋再坐返車出去市區。之後隔咗幾日，我就接到明仔嫁俾我嘅電話，佢就話佢返去之後發高燒，睇過醫生，食過藥，亦都冇退燒。佢仲話連續幾晚都喺度發夢，夢到行山追住佢嗰個阿叔，喺夢中仲係不停咁樣追住佢跑。之後佢嘅屋企人就同佢去咗紙紮鋪搽咗一腳，燒過啲嘢之後，第二日好神奇咁樣已經冇發燒，亦都冇再發噩夢。但係明仔之後亦都冇再咁同我一齊去行山，或者可能真係磁場嘅問題，我又見唔到有個阿叔追佢喎。我係落過去水塘嘅位置，我先至見到嗰個靈體，而制止我行入去嗰個伯伯，應該佢亦都見到，甚至乎可能係佢認識嘅一個老友，而佢嘅溫馨提示制止我入去，我亦都明白係一個善意。之後我同其他朋友亦都有再行過嗰一段路。但係我哋就冇遇過靈異奇怪事件，亦都冇行入去水塘裏面。我淨係企喺嗰個位置，望入去裏面，望入去個深處，就已經感覺到有一陣好深嘅寒意。但係竟然又俾我再次遇到上次嗰個伯伯，佢真係老街坊嚟喎。之後我就同佢告別。同朋友行出去坐車走，每一個水塘都有佢嘅故事，你哋又知道幾個呢？你哋有冇啲乜嘢嘅故事係知道呢？有嘅可以留言或者 DM 我同我分享。今集我就分享到呢一度，鍾意聽我故事嘅朋友記得俾個 like、留言、分享同訂閱，拜拜。